讲到李志凯，乡亲也会记得2005年迄支的纪录片无《翻滚吧，男孩》。当年这个呆呆憨憨的小男生李志凯，拉过伫个菜市仔来翻滚，伫体育馆捞着目屎来练体操。即卖是徛伫咧奥运的舞台，摕下着银牌。伊的教练林玉成讲，这是一届上届完美的落地收束。暗尾王子李志凯，安怎为人所讲的菜市仔凯，变做是阿嬷王子咧？伊的故事，咱做伙来看。你还会练体操吗？会。当言当语，煞真坚定，伊是李志凯，阁叫菜市仔凯。住伫菜市仔变来变去的查甫囡仔，到伫奥运会场的查甫人，20年了后梦想成真。翻滚吧，男孩导演林玉贤伫面册铺细汉志凯练习的相片，当时细汉的囡仔所有真大的梦想。导演铺文讲，2003年阿信教练讲，人生上大的遗憾是无去过奥运，希望20年了后会使带这个查甫囡仔去参加奥运比赛。当时导演认为无可能。2005年，细汉的李志凯讲要一直练到去参加奥运，导演心内感觉菜市仔凯足天真的。2016年，李志凯参加里约奥运，却因为比赛前1个月受伤，加上心理压力，互伊伫预赛着落马。伫今年冬奥的全能赛鞍马项目，李志凯搁一摆落马受伤，不过伫教练搁有队友的鼓励，知影袂使干那看到家己的失败。伫昨李志凯完美落地。他这5年真的付出蛮多的，这个成绩上面的抗压度，还有情绪上面控管，因为决赛真的是压力非常大，因为他要抛去2016里约奥运落马的印象，20年了，从幼稚园带到现在25岁，然后终于可以站在东京奥运，告诉国人他成功了，我们最完美的一次的完美落地。摕到奖牌迄个时阵，李志凯哭啊，阿信教练嘛哭啊，导演嘛哭啊。因为这个时阵教练的梦想实现啊，志凯的梦想嘛实现啊，更加实现全台湾人的梦想。迄个翻滚的查甫囡仔，早就变做查甫人。自菜市仔凯到阿妈王子，三个人讲好，2024年要搁再战巴黎奥运，要来摕金牌。